后来继续来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，今仔日继续来审查到预算冻结的项目。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不满就主席，也就是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直接来讨论到第三案，双方是争辩甲真激烈。你异议的时候已经在处理第3到7案了，请委员会尊重你自己啊！请你主席尊重你自己啦。休息啦。好，休息。自己没有听过还讲话，这些内容刚刚宣读过了，委员我从头异议到尾啊！你念完就算了，念过你当场没有异议就结束了。我有异议啦。你后来我念第3案在地下你才异议的啦，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，连政府之政、你自己都不清楚，搞不清楚你自己的状况。怎样？来？你现在暴力攻击我吗？你要暴力攻击我吗？开始放肆了！我跟你距这么远，你开始说我污指我，要不要？没有啦，因为你暴力攻击的例子太多了啦。开始了吧？开始了吧？开始什么？开始要来造谣了吧？开始乱扯了吧？没有啊！黄国昌甲钟嘉宾针对着为什么要直接来讨论第3案来起口角？当这个钟嘉宾行落去主席台，到黄国昌的位置的时阵，黄国昌马上质问这个钟嘉宾是要暴力甲攻击是毋是？钟嘉宾则宣布休困，请艺术人员调录影带来证明家己的清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